12日强盛的茶队，提倡调行，闹热出发，准备邀请民农政行，替6位9位白工共下过年。工厂开启获得真神白工。一种抢白工的搭车仪式，按照满年货，係民農鄉親今天車體的一種表現。一開始時間都原來民農開墾過後，民農種時間都開始講今年那是所有的白工都搶了啦，過年過戶種種的。那明年呢，12月25都搶白工了，了過年。滿年福建嘅安部係為有完成的儀式，本民眾懷念，同時感謝白工1年來嘅照顧同保護。完成祭典喺客家地區係嘅重要嘅祭祀儀式，結婚、喜慶、生活聖誕日、白工生還有年頭年尾嘅春祈求福，如果用完成嘅精神3天禮儀式進行。我哋客家人嘅完成其實而主要要對天公、對白公、對祖先、對神明嘅還有搭車嘅意思，所以我講還都係還願。還願所以我就有報答還願的意思最主要都感謝天公，對感謝神明呢，感謝我的祖先，有都報答天恩的意思。如果更加想看到完整的傳統客家完成祭禮，一定更來更難嘅，因為主持祭典的禮生更來更少，韓國人情世故無從討白，傳統的祭典無受到重視。嗰度鋪設嘅儀式禮節，如本簡單化嘅，阿冇去講究唔談嘅。因為完成嘅祭典最主要嘅都係欣賞，嗰度條欣賞已經全部年紀大嘅，年紀大嘅以後嗰都過少欣賞嘅。另一方面，因為一啲完成下來過多錢，因為唔將個主養啦，嗰個保本欣賞嘅欣賞禮錢啦，嗰下搶白銀啦，搶他嘅搶白銀嘅錢。一啲完成好了都我哋幾廿萬元、60萬元啦。但係咧經費嘅問題有18位個簡單化嘅，免咧都免，冇免都冇免啦啦。經費嘅問題冇咁多人嘅咩？弄擺都有復甦走年，更加冇復甦嘅。3、4年內都捱哋嘅產生發起哋嘅狀，喺冇意見都冇啦啲長資嘅。民農地區傳統嘅客家完成祭典，提定阿妹為先結壇，阿布頭做拜天公3天禮儀式。結壇就係用八仙桌、長凳擺出上中下3階嘅壇位，但個標論神牌、花、供品，目的係要同天當嘅神明講。結壇嘅意思都主要都係先通地當我哋當過所有眾神，所以我哋結壇都簡單咧準備一些東西。像拿我哋7年的神權來通地所有的眾神跟安部來那些的享受。都在努力為安尼咧搶眾神啊，天神那個眾神所有的神都搶了雞，安尼啊。安部頭結時結到，禮生剛開始就進行拜天公嘅儀式。上香、奉茶、敬酒過後，禮生祈禱壇前唱神，最後念論唱神詞。永遠真誠神必公理，永遠財氣神同萬里，來唱。手中金龍金玉有財，富興財，從官年臨新皮。儀式大概1點鐘結束過後，
祭坛的神族也随分搬到另外一片，係愛用來做3獻禮嘅。3獻禮儀式搭配客家拜見日照，本祭典行過6重，禮神係帶領貴嘅儀式的行進節奏。我也買了幾百公哈。這是在國境來自無看看的，主記在秋味，一記在一個秋味。禮神係完成祭典當中嘅靈魂人物，儀式按用嘅判，祭壇按用嘅殺，祭品按用嘅標，總開來談禮神嘅意見。喺完成祭典當中扮演暗重要角色嘅禮神，實行要面對老為老後生嘅有唔好嘅實存危機。本地是講啊，見參與英國社會，冇像以前嘅按日錢嘅一樣啊，係啊，些都培養啊，都睇人年紀多有培養咯，當然各方面冇咁慢吞嘅嚇。參加完成祭典的人見來見少，彼此促進情懷嘅祭拜儀式天天的流失。每個人的情形煞有7、8位無相同，有人研究討論工作上嘅用品，還有人拿論相機做記錄。讀到一個萬年福還願哈，就有機會就係錄音行來做啲記錄啊你啊。過去呢，大家一直有啲嘅初衷，今呢因為人口外移過後，有到個攞裝備嘅過時呢，嘅後生邊呢都過冇去關心一種傳統嘅結義嘅一個傳承下去，都讓人感覺一個來參與人數見來見少，也都可以象徵着我哋客家文化對一方面呢，可能會慢慢呢會有流失嘅一個危機啦嚇。客家傳統結義祭典辦嘅學員，今日暗晡實際來參觀完成祭典嘅過程，就係因為傳統結義見來見少嘅。民農菜地文史工作者蔡義文同高雄縣客家文化中心合作開辦書課，批訓禮神同儀式人員，希望同老祖公嘅文化智慧傳承下去。我一直提他做那個完成的祭典的研究哈，可能很多年哈，我都發現講啊，一年越來越少，我有即感覺，那個先生哈，一般先生來教，那個先生大本。無上去9年，我都想講，那種東西有安尼消失的危機啦，所以我想這個要對他有做研究，了解那東西我講家安尼，我嚟講本客家答案。唔係主演2獻3獻啦，主演呢度要咧讀作文，呢度要咧讀作文，作文以後咱嚟2獻2，再嚟3獻2。透過文史嘅教學同老祖公嘅智慧做由內同嘅學習，不但看起來個有企理嘅傳統儀式，也變簡單呢。平常時裝布了，也有看一種法統去做啦。按照實際樣嘅做嘅過程係唔低，經過也老師教過後，就已經提供也有因為也都資料嗬，那你就可以做那個人這。即做事情，唔做啲意志。講啦，迄個人唔學佢就也好，會跳回來。今日個老師，迄個老師講，迄個以後迄個唔錯，伊做過的話，咪嚟接咯。只有咩講咯？線上教學生嘅，學生要見咩樣見推落對嘅呢？如果唔錯嘅人，help 嘅要得行起來，演一嚟後生，help 嘅要得行起來安尼，唔一個安尼綿延不絕安尼嚇。好程度限場來傳統嘅老禮神現場教學，教學員用嚟做出完成儀式當中會用到嘅3個神牌。如果你堆片用膠水，炸不一個先鋒，然後這個呢度哦，亞馬遜標個下，手啊依，兩邊手啊依，左邊啊咪。
伊对神牌嘅制作唔但像愛又簡又入創作美術作品通用，還有考驗寫詩嘅能力。神牌行平均愛寫20詩，嗰度學員如果困難。主要按創詩啊，按讀詩。有木做冊咯，叫唔多啊。那個有一隻詩就是一骨格嘅意思寫，都寫到。可能都可能出腳出書腳嘅人家個別，人家睇嘢識嘢個冇人。好，有可能做些人們做工人們，還是做木工嘅人啊，拿刨出嗰度鐵錘嗰度對人嚟講係冇問題啦。按土嘢嘅識嘢嚟到好困難。沒，等你下一。我先起筆有偏門。還用水種啦，還用得好。搶講唔做用做的呢，傳統嘅完成儀式按用嘅進行，還係愛設計操練一擺。等下，做先生嘅嘢去幾多？做先生嘢去幾多？雖然先生溝通好，就教過講過嘅，不過前生愛自家來做，還係改唔熟咯。這是工作人員，而且這是課堂練習都是他們來做，哦，大家共同嚟做，心情唔會緊張。但係講實際上係實際嚟嘅做嘅，所以講，因為我哋連同經驗所以佢少，當然都會緊張。香港啊，要真實去做，唔真實去做啊，就唔會生疏感咩？也唔會講啊，做天看強表嘅，海看做馬會強表嘅，你要睇做應該唔會啦，唔會個生疏啦。嗰度嚟個雙神。拜神拜，咁佢要拜啊。臨床經驗少，學業仲係會緊張。我睇安尼一從前身設計來做嘅過程度，本天天嘅小食嘅客家傳統嘅理智點，又會傳承落去嘅機會。當然希望人有機會都出來俾我哋客家人嚟做奉獻啦，嚟多練習。多練習以後都熟練嘛，熟練以後希望人來慢慢嚟出去奉獻。出去為我哋客家嘅傳統嘅儀式嚟做奉獻，嚟做咁我哋完成儀式後唔會消失hết啦。傳統嘅完成祭典雖然理解改多改複雜，不過代表嘅老祖公搭車天恩嘅虔誠心意，很想後生人對祭典儀式嘅重視，可能能做得佢也受盡受到關盲嘅火化當中，繼續延續老祖公嘅智慧。这个琴因为很敏感嘛，都是木头做的，会受天气啊、热或冷或干燥或潮湿会受它的影响到，所以很容易走音，就是常常都要我们调。你通常现在钢琴在家里1年调2-3次，请人家调2-3次就可以了。这个琴通常应该每天都要再调。大键琴这个乐器是古老的乐器，它差不多16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小小的大键琴，还有我们就可以说现代钢琴是属于大键琴的以后啦，就是大键琴它声音发出来的不是像钢琴一样用那些小锤子是去敲的，大键琴的声音是用一个小拨片去拨的，每一个弦是用一个
拨片拨的，所以声音很特别。就是从差不多8、9岁开始学音乐，就是陪着我长大。我每天都练琴，每天都有学生教学生啊，自己想要看书也可以放一点音乐啊，坐车子也放音乐啊，就是音乐就是一直陪着我。